8年度專輯《Sweet and Soul》，MC 張天賦。又係你啊！恭喜晒入聲成功大頒獎。Thank you，亦都唔該晒咁多先後就為自己休息下。MC， 麻煩你。有請 MC 講下得獎感受。多謝新城廣播，多謝華納。咁啊，今次專輯要多謝多啲人嘅，因為有同過好多唔同嘅監製、填詞同埋編曲合作。咁啊，雖然呢個 Sweet and Sour 咧，其實冇乜 sweet 嘅，我覺得。咁啊，可能 sweet 嘅地方就喺呢度啦。咁啊，亦都再一次多謝富二代，多謝媽咪。同埋小氣喘啊！你啱啱要喺前面後面跑翻嚟，可能我同運動員最大嘅分別就係爭少少持久力。咁啊，希望呢個持久可以用喺出歌同埋攞獎方面啦。係啊，體態我會得啦，下年啦。係多謝。恭喜晒！持久力方面我自己教你，我好持久㗎。將時間交俾你，俾掌聲張天賦。